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的第一部影片。你們可以叫我 Empty， 我來自馬來西亞。在這個頻道，我會上傳一些故事，可能是我的故事，或者把突然想到的短篇故事做成畫面，會加一點點小動畫和圖片來呈現，就像你現在看到的這樣。內容風格不固定，雖然目前想到的好像都不是什麼特別陽光的東西，但應該也會有陽光的，也會有的。會開始做這個頻道，是因為我快要畢業了。老實說，我不太想上班打工，所以把希望寄託在這裡。在畢業之前，我希望可以穩定輸出，試着把這件事當成一份認真的創作，也許有一天可以成為全職的 YouTuber。你們一定要幫幫我啊！我不想上班。現在已經構思了大概4部影片的內容，希望能慢慢把它們完成。至於為什麼是 I 配音，是因為我不想讓你們的耳朵受傷。嘿嘿。如果你喜歡這種用畫面說故事的方式，就訂閱我吧，以後還會有的。那我們下一個故事見。